10点20分、25左右，超过礼拜天，因为有时候他结束，我们教会结束说是11点以前结束就好了。了解。总的行程11点以前，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排程，一行上一手行上的路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们约好是11点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结束就会差，他如果你10点那个结束，大家放假比较多嘛，那是休假的哈，所以我们就在大家都大概11点左右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今早起，咱礼拜要传的诗歌，咱来看卖。第一条是信息第27首，上帝做阮代代帮赞。咱来看歌词。歌词内底第一节，互阮闪避大影风台，这是闪避啊哦。这条咱拢足熟的啊。咱即摆来吟第一段甲第六节，来第一节。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也是将来毋忘。互阮闪避大影风台，因定安稳所在。第六节，上帝做阮代代帮赞，故做将来毋忘。拄着艰苦，求你照顾，做阮永远问候。咱来看第二首。第二首是伫咧信息第336首。天父，我知一生光阴。咱来看第一节的歌词，第4节遐有我愿照主所爱，咱即摆来吟第一节，甲第4节。天父，我知一生根因，是你为我安排，所以逐项虽有烦恼，我愿照主所爱，恳求上帝现时赞我，全部互使敬拜。来第4节，天父求你日日赞我，逐项祈祷的正，赞我一心守己安分，常常甲你同行，家己甘愿看做卑微，应献天父性命。好，今日串联到这，咱备办心来准备咱的礼拜。若是手机还未关机的，请咱甲手机啊关机也是关做震动的。好。
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求救伊的名，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，着用伊吟诗，用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。咱来唱歌学乐上帝，圣诗第27首，圣诗第27首，上帝最远代代帮赞。请会众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咱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信息头前有吼，咱大家来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别岛林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，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来3角交塔，启应文第30篇，启应文第30篇，伫后壁面吼，启应文的所在第45面，启应文第30篇对真言第8章来的。来，我来启，请会众来应。智慧敢无得救？聪明敢无出声？伊伫路边怪地的顶面，伫十字路口底徛。伫城门边，伫城门口，伫城出入的所在，大声叫讲：众人啊，我叫恁！我信世界人出声。讲戇直的人啊，恁就会晓得通达的你。愚戆的人啊，恁心内就明白。恁就听，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。我要开嘴论正直的事。
伫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伫其起头创造地心，我是伊所有。对永远对起头，未有世界的大心，我已经受设立。未有深渊，未有济水的水泉，已经生我。大山未定着，小山未有的大心，已经生我。耶和华也未创造大地甲田园，因为地上的土粉的原则。一建立这的天，设圆环伫深渊的顶面。顶面安置穹苍，坚固深渊的水泉。甲海定着界限，互水无漫过伊的命令。定着大地根基，我甲伊伫地。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，日日互伊欢喜，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。伫通徛起的地快乐，也甲世间人三甲欢喜。恁遮的囝，打着听叹我，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。着听教示，着得到智慧，毋通去绝伊。听叹我，日日伫我的门口抵等。伫我的门徛边等候地，许人有福气。因为找着我的，就找着活命。也要与耶和华得到恩惠。得罪我的，是害家己的性命。怨恨我的，拢是家己找死。来，咱三角来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啊，第7日的头一日，也是你所分别最圣的日子。感谢你引带阮来伫你的圣殿内面，三角敬拜阿罗你。阮也要感谢主，你赏赐互阮有福气甲恩赐，会当伫圣殿内面看见阮所敬听的兄弟甲亲爱的姊妹，同心聚集伫你的殿院，虔诚敬拜服侍你。阮伫今仔日要来阿罗你，阮伫今仔日要来感谢你，愿阮今仔日的敬拜，拢通诚做你所欢喜的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的话是阮生命的光灯，求你用你的话来引带阮，互阮有敬虔的心来寻我你。阮知影阮所欠缺的一切，你拢会赏赐阮教育的恩典，互阮的生命有知足甲欢喜。愿你将信心加倍赐互阮，帮助阮更加捌你的心意，谦卑照你所爱的来敬虔过日。伫天的阿爸爸上帝啊，你就是一切智慧的源头，也是真理甲活命的道路。求你加添阮有教育的信心，互阮有勇气来面对未来，使阮有坚固的心来跟缀你。毋管怎样，阮拢要信靠你，尽忠来跑走你欢喜的道路。今仔日是台湾神学院研究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感谢神学院为着阮来栽培牧师甲传教师来做助理的工。愿咱也为着神学教育的需要来奉献、来关心、来带导。恳求主你施恩赐福，嘛互阮在座每一个属主的百姓，拢会通领受主你的保守甲看顾。亲爱的主，了久，我要对你尽忠的车师、老神学生来领受主你宝贵的教示。主，阮以爱有你宝贵的话来坚固阮的心，对你活命的真理得到快乐甲帮助。亲爱的主，答阮将下面的时间分别做事，全然仰望圣神甲阮同在。愿安尼祈祷恳求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来，学老，咱们请诗班来献诗吼。诗班今日要所献的诗是：我要快乐唱歌，我要快乐唱歌。
我要快乐来唱歌，我要通力来快乐唱歌，因为主的快乐充满我。我要唱歌，我要唱歌，因为伊的主爱我学乐唱歌。多谢诗班的献诗，咱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，对第1节读到17节，就是全篇啦吼。诗篇90篇，咱就报后壁面有记载伫吼。我来读，请大家来详细听。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遮的山也袂生出，地甲世界你也袂造成，对永远到永远。你是上帝，你互人归头讲，恁世间人着活倒转，因为在你看，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早日，佮亲像暝间的一更。你亲像用大水甲因流去，因亲像困一醒，早起时因亲像发生的草，早起时发生无性。下午时收割就高达第7节，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，佮阮对你的发性来惊吓。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稳目的歹摆伫你的面的光明中。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，阮的年岁过了，亲像土一个开。第10节。我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勇壮通到80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伊紧紧过，阮就飞去。一水在你生气的款式，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，在你的生气啊，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。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耶和华要到第10年，求你倒转，为着你的奴仆来回心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主爱，互阮满足，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。求你照你的苦楚阮的日，叫阮拄着患难的年，互阮欢喜。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来显现。你的荣光对因的子孙显明。17节，愿主，阮的上帝的美妙，踮伫阮的顶面。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，阮的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固伊。咱愿上帝宝贵话语，会当成做咱的支持甲帮助。阿们。咱即马要请
咱的老师学生吼来甲咱报，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一世人君地理，一世人君地理，请请大家恭敬来听。大家平安，我是台湾新学院2年的学生。感谢教会今仔日会当接纳我到遮来甲大家请安报告。伫大先，我想要甲大家讲，我要真感谢姊妹牧师，因为伫学校，伊是阮学校吼拜三有一个灵性小组。姊妹牧师对我1年的时阵就开始陪伴我到即马2年伊嘛是陪伴我的牧师。真拄好。我的先生是义杰牧师迄组的，所以拄好翁仔某配翁仔某安尼，足感谢因。咱即马来看，咱今仔日要看的经文伫诗篇90篇。即个90篇吼，伊是摩西的祈祷文，咱会当先想象家己是亲像摩西共款。摩西伫祈祷伊伫。上帝祈祷即个祈祷文的时阵，伊的心情是啥物？伊开始就讲：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。这世界拢还袂造成的时阵，你就伫遐。刷落来，伊佫讲：但是因为阮对你的受气就消灭，佮阮对你的生气吼，阮就惊吓。上帝将阮的罪恶摆咧伫伊的面前，阮的日子一时仔就会过去啊！阮一生的年龄不过是70岁、80岁，若是勇壮会当到80岁，毋过拢是劳苦忧愁，紧紧就过去啊！所以摩西就求讲：主啊，求你教示阮安怎数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一个智慧的心。伊讲。愿你坚固阮所做的工，搁讲一摆，愿你坚固阮所做的工。毋知大家伫这想象内底，即个感受是啥物？即个体会摩西即个心情是啥物？我甲大家分享，对我来讲，即个90篇是我上重要、生命中上重要的一篇诗篇，因为伫2012年的时阵，2012年的时阵，上疼我的阿嬷伊迄时阵转去天家，迄时阵我有做一个影片，所选的歌、所选的经文都是伫即个90篇内底。毋知大家有听过一首歌？我迄时阵选的歌啦，就是迄一世人君对你。求你教示阮数算家己的日子。我迄时阵就是用即条歌，大家拢有听过。为虾米即个诗篇对我来讲足重要？因为迄内底第10伊有讲，阮一生的年龄不过是70，勇壮会到80。即句经在都较安慰着我，就想讲，我的阿嬷，伊的年岁嘛差不多70岁、80岁啦。伊的人生就是劳苦忧愁啦，一时仔都过去啊。阿嬷即马嘛，若风都飞去啊，都安尼想，都较安慰安。我用即个故事开始，那又甲大家讲，足悲观的代志，也是足哀伤的代志。不过咱伫安尼想来想即个诗篇的时阵，会感觉讲，这诗篇是毋是一种哀歌啊？是毋是一种足痛苦的感觉？毋过，咱会当今仔日做伙来修，其实毋乃是一个哀歌尔，伊会当互咱今仔日带来一寡力量甲毋望。接落来，我会分享咱做伙来思考讲咱的生命，咱今仔日要安怎看待咱的生命？还是讲上帝是安怎来看咱的生命？安尼今仔日咱做了礼拜，会当安怎继续来生活？我要来问大家问题。首先我要来问讲，摩西是伫怎样的状况内底，伊咧祈祷即个祈祷文？
为虾米讲诗篇90篇是对摩西的祈祷开始？伫看的时阵吼，咱会当转去头前89篇来看。89篇的诗篇是咧讲上帝伊拍破大密的约，因为以色列人拢做了真侪无好的代志，拜偶像做足侪罪恶的代志，所以上帝就拍破，袂阁甲伊立约啊。迄时阵89篇是一个哀歌。那顺着即个故事来看吼，89篇是一个足悲伤，规个国家拢灭亡的状况的哀歌。毋过90篇若亲像是摩西伫回应即个哀歌，讲毋免惊，毋免阁哀伤啊，有可能咱上帝会互咱望会当，所以90篇是伫回应即个89篇，讲上帝袂阁安尼生气啊，伊袂阁稳重家己啊，伊会拯救咱以色列人。所以吼，89篇伫头前是一个抗战，一个哀歌的抗战。毋过伫90篇遮是一个希望有一个望的开始。所以咱会当对第1节开始来看哦。摩西起头啊，伊就先懊恼上帝，主啊！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这个山也未生出来的时阵，地甲世界你也未造成。咱台湾啊，咱即间教会拢也未有的时阵，上帝永远都存在，伊对永远到永远拢存在。摩西一开始就讲主啊主啊，用希伯来文就讲阿多乃啊阿多乃啊，你世世代代都伫遐。你是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迄时阵开始都伫遐的上帝啊！你永远都伫遐。遮吼指出一个代志哦，上帝的时间伊永远都伫遐。上帝的时间甲咱人类的时间敢有共款？咱会当想，上帝。伊是伫这时间内底的上帝，还是伫时间外口的上帝？咱应该是相信上帝是时间外口的上帝。为虾米安尼讲？上帝是控制时间的上帝，还是伊互时间控制？伊控制时间嘛，咱拢同意即个代志。所以，伊的永远到永远，甲咱人类是无共款。咱人类是互时间控制，这都一个对比啊。第3节佫讲，你互人归土，咱人不过是土尔哦，遐尔啊少。安尼佫一个时间的对比，伫上帝看1000年，遐尔啊久，咱人类1000年。伫上帝来看，不过是一天尔。啊，毋过咱人类已经过啊1000年啊，搁一个足大的对比。第6节伊搁甲咱人类的即个性命讲较搁较短。咱的性命若亲像早起是薄的，暗时都焦去啊，搁互人刮落来啊。咱的性命遐尔啊短。毋过第3节搁一句话讲。恁世间人都爱倒转，咱是土啊，咱要转去倒位？即个问题我想足久的，要转去倒位？创世纪第3章第19节讲，因为恁是对土生，恁本正是土，有缘要归伫土。咱是土，本正就要归伫土，所以咱要转去土内底。是毋是咧讲？生命就是安尼，咱是土，毋管咱伫世间偌尔啊成功，还是偌尔啊安怎，最后咱有缘会转去土内底。而且佫互人佫较惊，还是第7节，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，佫阮对你发信地来惊吓。上帝是会生气的呢。上帝是会惊吓的呢。
不过头一节第1节毋是讲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。这啥物意思？一个确实的事实，就是主是咱徛起的所在。毋过到第7节，伊才讲上帝是会生气的，伊的生气会互咱消灭。这就是讲，上帝甲咱人的关系本来是确实的，咱是甲伊带做伙的。毋过伊会生气呢，因为咱第8节讲，咱人类会有罪过。因为这个罪过会互咱甲上帝关系是分离的，是分开的。甚至上帝伊会甲咱的罪一个一个摆伫伊的面前，咧看，哇！你这个人类的罪是啥物？这就互我想到迄一幅图，就是阿东甲夏娃因住伫爱甸园的时阵，因毋是一开始甲上帝真快乐住做伙吗？后来发生啥物代志？阿东甲夏娃犯罪啊！所以，互上帝赶出去，这个关系就分开啊，就出去啊。这个遮伟大的上帝，对比咱这个细细、比土拢较细的人，而且佫充满罪过的人，咱感觉上帝讲啥物？毋知你有安尼经验无？感觉家己伫上帝面前，连这个土拢无够。感觉有时阵上帝伊会生气，互你行到毋敢搁往前来行。感觉这个生命真短，互你毋知影要安怎继续来生活落去。我伫阿嬷转去天家迄几年啊，就是我时常在想这个问题。我的阿嬷一生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疼咱的上帝，伊嘛疼阮即个家庭。毋过伊的性命就1万年久就过去啊，一时啊，伊就无伫咧啊。性命较短，会当摕啥物来夸口？讲来讲去，不过拢是劳苦忧愁的代志尔。所以我有时阵，迄时阵会想讲，莫遐辛苦啊啦！我家己吼，紧转去天家就好啊啦。迄天家毋是一个诚水、诚美好的所在吗？免活了遐尼辛苦啦，紧转去就好啊。而且阿嬷转去天家迄几年啊，我的家族阁发生真侪代志。遐个代志，拢互我感觉心肝是实在冷甲袂当阁冷啊！我感觉代志无可能阁较好啊！即个上帝吼已经无伫看阮的即个家庭啊！我迄时阵就若像约伯共款，我直直咧叫，咧呼叫，上帝你伫倒位？你为虾米要互我的家庭安尼直直互遮尔侪代志来攻击？我敢阁会当徛起来吗？我想无法度。我嘛会想讲，是毋是我的家庭做了伤侪无好的代志，有足侪罪过，我着亲像迄阿东甲夏娃，互你赶出即个园内底。我无阁甲你住做伙啊！我的关系甲你是分开啊，因为阮充满足侪的罪过。毋过，摩西的祈祷毋是干那停伫遮尔，伊继续伫讲，咱会当看到11节，伊继续讲，是谁在你受气的款式，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在你的受气啊。求你教示阮怎样数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讲即节经节，大家拢足熟的吼。毋过吼，咱一定爱对11节开始来看。咱对11节来看，因为遮是讲，你希伯来文的翻译吼是讲，因为咱认捌着上帝是会生气的。所以咱才会当敬畏上帝，
因为这个敬畏，才会当求上帝教示咱所算家己的日子，互咱得到智慧的心。这甲做伙来看，咱先爱知影上帝是一个足伟大、足伟大、足大、足大的上帝。咱认为足渺小的、足细，安尼咱的心才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有这个敬畏的心，才来做后一步的动作，就是求上帝赏赐咱一个智慧的心。有这个智慧的心，继续活落去。不过我要请问大家哦，啥物是智慧的心？啥物是智慧的意思？是毋是会想到遮足聪明的妇人？还是想到所罗门王，伊甲上帝祈求爱有一个智慧的心，伊好管理这个国家？我咧想讲，智慧、甲聪明、甲能力，是毋是会足容易夹做伙咧想的？毋是。毋通袂记哩哦。头拄我有讲哦，10、20一定爱甲10、10夹做伙看。咱要求一个智慧的心，正经爱先敬畏上帝，这个是上重要的代志。所以，咱甲智慧这个代志讲互清楚。啥物是智慧的心？智慧的心是伫咱的生命当中，做出一个敬畏上帝的选择的一种能力。我讲一摆，智慧的意思是伫咱的生命当中做出敬畏上帝的一种选择的能力。因为咱敬畏上帝，咱即马生活落去的态度，才会当做出一个较好的选择，会当做出较好的决定。咱才会当甲上帝继续祈求。伫遐尼济苦难的世界内底，无论是咱即马生命中拄着怎样的状况、怎样的代志，无论是这个世界即马拄着战争，还是遐尼济灾难，咱会当继续祈求上帝怜悯咱遮渺小的人，互咱早早得到伊的慈爱，一生喜乐，甚至伫这个受苦的日子内底，这个受苦的日子会当甲喜乐的日子同款济。毋过，我必须就老实的甲大家分享，伫头拄甲大家讲到阿嬷转去天家迄几年啊，其实我的生命无啥物有光的时阵。诚济时阵，我拢无法度向上帝来祈求，嘛无法度想象我会当早早得到伊的慈爱，一生喜乐。所以我对这个17节吼，伊讲：愿主，阮的上帝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坚固阮手所做的工，阮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固伊。我袂当了解呢，我为虾米上后摩西的祈祷是讲，你上帝，你坚固我即马手所做的工。我即马足痛苦的啊，我毋是紧紧转去就好啊，我手所做的工为虾米要愿你来坚固？我会记得有一个暗暝，迄时阵我跪伫涂骹咧祈祷。我就亲像约伯共款，目屎鼻水满满是，直直咧哭。上帝啊，你为虾米要互阮的家庭拄着遐尼济代志？我足苦的。我甲上帝讲足济艰苦的代志，讲到讲算去啊啦，我这个生命拢无啊啦，遐尼痛苦，莫啊啦。毋过毋知安怎。心内有一个念头，一个细细的念头，慢慢啊出来。
感受到一个想要活落去的念头，想到毋管安怎，嘛想要看，无一定我的性命会哪来哪好。虽然即马看起来无看到光，毋过无一定会看到啥物。安尼去想，安尼有即个念头出来的时阵，咱亲像会当搁较淡薄仔了解17节是咧讲啥物。愿主咱的上帝，即个恩惠会当归伫咱的心上。上帝也求你看我，安尼我才会当继续来祈求，愿你坚固我手即马在做的工，我即马在做的代志。愿你坚固阮。咱人是遐尔啊的渺小，有时阵佫定定无要插上帝，你莫过来烦我，莫过来甲我管，莫过来管我即马在创啥物。而且咱的性命实在是诚短，无论偌敖偌厉害，性命就足短。但是只要咱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愿意来祈求一粒智慧的心，伊一定会继续看顾咱，互咱得到伊的慈爱，互咱伫受苦难的日子，甲得到喜乐的日子共款济。并且我相信，咱的上帝一定愿意咱来显明，愿意将伊的荣耀咱的行行顺顺继续来显明。伊会看顾咱即马手所做一切，伊会继续保守坚固咱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互阮透过无息的祈祷，做伙来思考咱今仔日家己的生命。愿你帮助咱学习敬畏你。学习你祈求有一粒智慧的心，互咱伫人生逐样要选择做决定的时，因为敬畏你，会当勇敢做出任何的决定。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咱的圣阿姨为咱的正道，咱来唱歌。吟诗来回应上帝教示。哦，你还在讲哈？对不起。拍摄。你的提示。即摆邀请大家来看一个影片啊，今仔日是台城奉献主日的影片啊，希望大家会当搁较了解台湾圣学医。如果不是150多年前马街、吴威廉和孙雅各牧师的创建与持续努力，这时就不会在这里看见学生们认真学习的身影。如果不是学生们完成学业后的贡献，台湾教会很难在这片土地上持续见证神的大能。如果不是老师们愿意无私付出，学生们也就无法受到完整的神学教育。问题不在听众或问题是在我们讲的讯息，给的讯息可能不够清楚。好，所以呢，有为了讲道者帮助你。教学现场是未来的牧师们累积深度的机会，每一堂课也都是老师们影响生命的时刻。在实体的，在学院当中的群体生活的这种神学的教育彼此之间的相互的砥砺，甚至提醒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。教导旧约的赖鸿专老师自己曾经在台神受过老师好榜样的激励。他认为耶稣当初就是以生命带领门徒，从实际互动的过程中彼此学习。如同教务长张志伟老师认为，要以哥罗西书深耕建造的提醒来面对世代的挑战。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不同的风向不至于飘来飘去？那就是这个经文讲的，在基督里。
在根基里，在教会里，神学教育跟教会是何等的紧密的这样的彼此依靠。台神2016年通过政府立案设立研究所之后，持续培育牧师、教会音乐工作者与灵性咨商专业人才，希望成为支撑教会的根基与力量。服侍的心有时候会是软弱的，因为会遇到更多的对别人对我们的攻击。可是他如果知道说他服侍是这群人，是为了下一代的人的时候，或许这个坚持才会走下去。想到下一代就能坚持下去。老师们在乎信仰根基的建造，而这也是梁玉美老师当年决定投入神学教育的原因，认为是最值得自己抛头颅洒热血贡献生命的事。对我来说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帮助人找到他在上帝国的拼图里面他在哪里，然后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种不管世界怎么动摇我，我就是要走这条路，我就是要回应上帝。磨我、用我、塑造我，这是今年开学礼拜中台神老师与主管一起献诗的决志。以敬虔、知识与宣教作为教育目标，不只磨练自己与学生，也是为了整个教会。今年度台神的经常费6925万元，将用在师资培育基金、校园教室及宿舍更新整修、远距教学、奖助学金以及图书馆藏书。我们需要更多人的关心，特别是您的关心、代祷奉献，来支持这个神学教育。其实也是在支持上帝爱台湾，让福音在这个时候能够代代相传，用爱来凝聚，能够结出更多希望的果实来。在这片土地上说出希望的故事，宣扬神的恩典。过去150多年来的台神，有接受呼召的学生，有愿意投入的老师，以及不间断的关心、奉献与支持。直到现在及未来，他们都将是继续为台湾教会创造故事与历史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不止他们，你也是，我们都是。最后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，其实我是一个足普通的人。我未去读神学院的时阵，其实坦白来讲，我无听到上帝的声，还是叫讲你已经去读神学院。所以我未去神学院的时阵，有人问，大家人拢会问老师同学拢问你的呼召是啥物？我拢定定拢讲袂出口。毋过我最近会想讲，遮普通的我，敢若是因为想要搁较明白上帝，搁较无明白圣经到底是咧讲啥物，因为遮的原因去读神学院，是毋是嘛是一种福音？最后感谢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一直咧关心阮的学校。愿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，会当互咱做伙思考，生命内底是毋是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？所以咱来祈求，爱得到一个智慧的心。愿即个得到智慧的心，会互咱伫生活内底，会当做出搁较好的选择决定。嘛，愿上帝会当家己来保守每一位兄弟姊妹。谢谢。多谢咱大家所在来为着咱的圣学院来祷来奉献。
咱即摆来唱回应的诗歌，圣诗第336首。天父在我一生供应，圣诗336首，会众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请坐，咱来进行今日的奉献，请长宽的同工来服侍，请咱用感恩的心来献给上帝哦，然后感动，咱就请替台湾圣医来奉献。来会众，咱请起立来唱吟诗奉献的诗歌。
请坐。咱即摆来进行咱公道的时间。公道，请咱掀开咱周报的内页面，为咱的公道的事项。当然，咱要为着咱的教会意向，宣传正信徒万民该接受。咱来读经祈祷，为心服侍，彼此来相听，即款来祈祷。第一条，咱要为着咱主驾驶员，咱主驾驶员安怎算数家己的日子，互我会当得到智慧的心，坚固阮的手所做工来祈祷。第二条，为着咱的肢体调养中的经主会因岁兰、王兰、甘基、德明、宝玉、秋敏、丽水、二梅、信雄、一日、道昭、一乐、英德、秀良、富源，为着福建中的会长、碧莲、美珍、念之、开华，为着化疗中的夏如、义君、雅娜，即寡兄弟姊妹，咱来献上咱的祈祷。第三，为着以巴的冲突的缓解，为着人民的安治、人道救援，会当及时到位，咱来祈祷。第四条是为着咱教会11月12号福音主日，就是后礼拜的预备，咱有所有要服侍的，甲咱来请邀约来请人来听的，即款代志来祈祷。为着咱11月18号的事工研讨会会当顺利进行，咱来祈祷。请兄弟姊妹开嘴来献上咱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宇宙的大主宰，出日也是落雨，拢有你的旨意。世间的万事拢伫你的掌管中。我相信你要做王到万世代。虽然有时我也会失去信心，但是你的疼却拢无离开我，你的手嘛继续看我、扶持我。我要倚靠你来加添阮的心，不管阮所面对的风险是偌大，互阮对神会当来激励你的平安。地天的阿爸父上帝啊，阮伫失败的时，你拢无放杀阮；阮伫跋倒的时，你会扛阮起来，求你帮助阮有得胜的生活，互阮知你的疼拢无离开阮。一切临到阮心中的各项代志，我相信拢有你的备办的美好的旨意。愿你加添我有勇气甲信心，随望经历了试探，然后悠然徛在，因为你就是阮性命上大的依靠。阮也要为着阮教会下礼拜的福音主日的事工，搁来的事工研讨会，阮会讨论，以及各团契为着要庆祝圣诞节所准备的表演的节目，求主你来保守看顾。我嘛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细声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
我的日子今仔日互我赦免我的辜负，亲像我也有赦免辜负我的人。无你带我入去，就救我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官、人、因果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好，咱来报告哈。那后礼拜的圣工的事项，咱团契的聚会哦，伫咱遮周报内页面有写，咱家己来看哈。那个教会的消息，咱来看。第一条，本主日是台湾神学研究学院奉献主日，感谢刘在如学生的分享哈。愿主保守带领伊的号召的路。那个咱教会以及牧师也前往派往那个古亭教会来募款，请为着神学教育的需要来关心奉献。第二项，本主日中昼。姊妹牧师要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召开小会。第三条，11月7号拜二，北中召开72至3拜的议会，咱2位牧师甲第2长老拢会前往来参加。地点伫大稻条教会。第4条，后主日11月12号就是咱的福音主日，咱是福音主日迄天是学堂的礼拜，9点半开始。那有电子的海报，咱伫咱各团契的群组内底拢有放吼，请大家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，也邀请恁的若有对咱福音有兴趣的亲戚朋友来参加。第5条，11月18号拜六上午10点要召开中职会的中昼12点要召开2024年的事工研讨会甲预算会议，吼，请各团契新任的啦、熟任的啦会长，啊，搁辅导都会当来出席，啊，提高咱的预算，伫咱的会中，咱来审议。咱中昼有备办便当吼。第6条，11月26日，哦，这2条吼，关怀长老吼，顶礼拜就甲我讲足重要的吼，大家爱继续爱注意听。11月26日是感恩节的主日，所以要举办吼一家一菜的感恩享宴吼，要邀请兄弟姊妹来准备你的手路菜哦。啊，来1楼来登记，柜台来登记吼。登记的目的就是讲吼，咱菜型莫重复太多啦吼。啊，若欠啥物，咱关怀部长吼，长老吼，伊会调配一下啦吼。啊，记得哦，这周没登记，下周一定要登记哈。那个呢，啊，第7条嘛是最重要，因为咱若大概礼拜四咱拢有爱餐嘛吼，所以这爱餐的代志嘛就最重要的吼，民以食为天嘛。所以2024年度的主日爱餐的领现，一个单位是3000块吼。要领现的款项吼，请你直接交予咱的干事英英吼，咱会伫2024年来履效。第8条，2023年9月份的教育，咱教会的财务报表吼，因公布伫公布栏，请家己来看。那下骹就是迄哦，啊，佫有上重要的就是吼，因为我是上年的会长嘛，上重要就是吼，咱团契消息第1条就是，这礼拜5上午10点，上年团契有聚会，阮主办的是健康的讲座吼，健康讲，请马街的医生来甲咱讲脑中风的淋巴甲预防吼，请有兴趣的，也是讲你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拢欢迎大家来听吼。阮嘛是有备办便当啦吼。搁来奉献的民税，哈，到啥物即家己来看，若有毋对的，咱来找咱的财务来更正。咱来唱上营啊，上营第515首《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》啊。结束完，请咱牧师甲咱祝祷吼。来会众请起立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扶持甲帮赞，将敬畏上帝智慧下伫恁众人的心中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咱礼拜到遮煞，请咱别倒闭婚。